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6、正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接行政院长，可能会找前汤市长郑文灿做副院长，总统府的秘书长会换林佳龙来做。台电公布测试中昼12点半时阵，供电和风电的发电量有到623万千瓦，比例有到30%，创下新冠纪录。今仔日阁有2架中共军机、3架军舰来骚扰台海。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特别委员会要来监督延长着的对台军售。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接行政院长这个位，所来新的内阁团讲会找前桃市长郑文灿来做副院长，前嘉南市长林右昌会接任内政部长。总统府的秘书长今仔日已经确定会由林佳龙来做，那驻美代表萧美琴是团讲会甲外交部长吴钊燮互相交换职务。26早起，前副总统陈建仁坐车，方看到这日总统官舍，对点头接近新顾魁。总统蔡英文会伫日起正式向民众公布。那陈建仁新内阁布局聚焦3大方向：年轻化、增加女性雇员、有地方执政也是民意经验人选。目前铺就台面的内阁名单，亲像符合这个大方向，包括副议长团出内定前唐市长郑文灿。前嘉南市长林右昌接任内政部长，交通部长王国材加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干拢留任。内政部次长陈宗干是转任行政院发言人，卫福部长许水源可能继任。另外，林佳龙方点名接任总统府秘书长，蔡总统会二度定选议员。这对于回应民众内阁必须要年轻化，以及尽量的增加女性阁员的部分。我相信陈建仁院长是可以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两岸关系不安，牵动美中台3方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台，面对中共对台外交打压，台湾陷入断交危机。传出驻美代表萧美琴会接任外交部长，甲吴钊燮互换职务。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讲，萧美琴是华府上有影响力的大使之一。那接任部长，红看后有希望深化台美关系。吴钊燮他任内已经断了6个国家的邦交了，我觉得他不合适再当外交部长。那是不是要跟萧美琴对调？我们没有意见。另外，台湾农渔产品和中共禁止进口，国内物价阁降袂落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方加做是大家批评的对象。传出可能是留任，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指控陈吉仲这项野钱已经无适任啊。詹明忠认为新内阁名单是换汤无换药，立委洪明凯提醒新内阁要注重治安、治安、人心安。民众党单期落实烦恼，出现强兵逐将的问题，可见陈建仁的领导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公布测试中昼12点半时阵，供电甲风电的发电量有到623万千瓦，比例占到30%。等于是讲每3度电就1度是绿电，创下新冠的纪录。不过，就学者表示，绿电是会受到气候的影响，所以建议台电也是要提升绿电的发电机组，用电才会稳定。台电公布1月25正月初4中昼12点32分，太阳能甲风力瞬时发电量合计达到623.3万千瓦，风光渗透率达到31.21%，头一摆超过30%，相当每3度电就大约1度是绿电。过年期间我们整体的用电量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占比会提高。不过风光的发电量623万点3，这个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台电也讲，今年期间到26为止，每天的风光渗透率上悬拢维持伫20%以上。2022年，上次史上上悬的年度再生能源的装置量，也是增加绿电发电量的主要原因。学者讲，真欢喜看到绿电发电量增加，也更加关心，若是高发电量的绿电，常常随着气候因素，亲像日头的强度，也是风力来减弱，影调度电力是不是法度及时补起来？
绿电的渗透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台电这边它必须准备好的可调度机组的数量就要更充分。太阳光电突然发电量瞬间降低，那如果这些可调度电力来不及补上，到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分区限电的情况就会发生。学者讲，未来随着太阳光电、风力发电装置用量愈来愈悬，风光渗透率可能向超过5成甚至7成。不过，若是绿电、强电向一时降价，会更加考验应调度电力的补充。建议台电在提悬绿电整体发电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强电的稳定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初五有较烧热，不过明仔载又阁有寒流要报道，会变天反冷，有可是会一直影响到礼拜。若交通的方面，今仔日苏花公路的车流量拢真侪，国道5号可能会塞车塞到半暝12点。将会初五，为了到登到台东复工的第一班客轮，客湾反台游客，受台湾季风影响，年假期间有几啊天袂当开船，旅客家己调整行程，也是算甲真欢喜。我们是提早去，因为我们本来是搭24号的船，后来改成搭23号船去。对对对，多晚了一天了，在对对对。前2天船都没有开，你是有提前还是会延后回来台湾？就在那边住了4天啊。年假特别结束，苏花路龙中岛过了后出现北环车潮，公路总局提醒27、初六下道也会有一波北环车流，北环的民众应当选择离峰的早起时段出发。面的话，差不多10点20开始塞。警员提速卡顺控好势引导车辆，国道5号就北匝道、白金塘、宜兰到北南，捌出现时速无到10公里的指示路况高公桥有故，车流会继续到半暝12点。那西部国道一直到休假日，拢会是下道较堵。在西部国道部分，南区北返的拥轮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上路；中区的拥轮建议您在中午12点前北返，或可延后至初7、初8再出发。在国5的部分，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就进入国道5号。正月初5透早各地气温由原偏低，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低温来到负3度。虽然水汽不足，无有机落雪，也毋过园区也是出现结霜甲雾凇的美景，游客赶紧翕相留念。气象局提醒，正月初5各地气温低渐回温，也毋过初6，阁有寒流报道，会一路影响到休假日。最低温的时间点大概是落在28号的清晨跟29号的清晨。也预估温度最低温中部以北宜兰大约是8到9度，其他地方大约是10到11度。另外，1月30开工日日时寒流渐渐减少，各地气温会渐渐回升。也毋过透早气温由原偏低，提醒民众爱注意日夜温差。记者综合报道。那台湾冷死死，即马亚洲真侪所在嘛拢撞到今年寒人上强的寒流。亲像中国上北边的木河，气温是降到零下53度的新纪录。那阿富汗是至少有124个人寒死，就连中东的阿曼山顶嘛拢落雪，一甲真高。位伫阿曼东北部海拔3000公尺的关山太阳山，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度，离湖山顶看一沿高高的雪，气象单位预料也会继续落3天的雪。农历新年期间，亚洲伫罕见的强大寒流甲低气压的侵蚀之下，真侪国家拢靠大风落大雪。位伫中亚的阿富汗，气温落到摄氏零下34度，是我15年来上寒冷的寒天。一礼拜就传出至少有124人冻死。خنک خیلی خنک است بیخی درجه آخر خنکا امسال است دیگه خیلی دیگه مردم با مشکل آب پیدا نمیشه گاز نمیشه همه چیز خیلی با مشکل مواجه است中國上北邊的城市烏龍港的木湖，初一早起7點出現攝氏零下53度，是當地自1969年以來上低氣溫。影響有雪奧之稱的山東煙台，初二造富暴風雪到達遊園處地寒流黃色預警。初五領導線已經往南游到雲南東部、貴州南部到華南北部一帶。福建武夷山也落大雪，幾個所在發布霜凍感覺色預警。江蘇的靈魂港也出現零下10度的低溫，海岸邊的沙坡出現海水冰凌的景象。日本北海道離也未脫離大雪冰封的天氣，西部甲北部地區攏有罕見的低溫大雪，其中各以日本海沿岸的暴風雪上強。偏向朝鮮半島的金城市24點鐘落破紀錄的93公分積雪，各地陸空交通更加是一直出意外，造成至少1個人死亡。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
美国的科技业陆续传出裁员，即马就连大公司 IBM 嘛，伫咧拜三公布2023年营收有7个时阵，宣布要辞退3900人，大约是全球员工总数的1.5%。这个消息嘛，互 IBM 拜三的股价落2%，美国的主要指数大部分嘛拢落落来。随着美国最大企业在步步理想，加上市场烦恼联准会紧缩政策冲击经济，拜三美国主要指数大部分收低，道琼指数只有起9点。有分析师认为，长期来看，美国依然是无乐观。We get these rallies, sometimes short, followed by declines. To us, it's still a bear market, but it's definitely got these fits of strength here and there. 美国企业会继续裁员 ，IBM 拜三宣布，2023年的裁员3900人，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可能研发也宣布裁员1300人，大厂 3M 也预告裁员2500人。进前 Google 甲微软也拢宣布要裁员，规模拢超过1万人。亚马逊也伫去年底就开始裁员，总共要资遣18000人。国际歹消息一直来，甲台湾即阵国内失业率维持伫3.6%来比较，也算讲是相对的平稳。我们的内需那边还不错，而且内需那边的占就业人口的话，这个比例蛮高的。所以美国那些高科技厂裁员的话，现在是外冷内温的情况。不过，学者认为失业率是较落后的指标，全球经济看起来是无好，台湾也无度来置身事外。全球经济动能落来，造成出口衰退，台湾所来失业率甲无升价也可能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24表决通过欧盟晶片法的草案甲修正案，要来推动晶片外交，而且第三国的合作有明确写到台湾。有专家就讲，虽然会当期待台欧的外交升级，不过这总是为着晶片，嘛要防止中国掌握所谓威权，毋是全面要来提升台欧的关系。欧洲议会产业甲能源委员会24表决通过欧盟晶片法草案甲修正案，要求欧盟展开晶片外交。其中修正案也真罕的甲第三国合作明确纳入台湾。专家分析，最终版本也未确定，不过确实修正案应保留通过，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会有正面的影响，不过爱冷静来对待。未来我们会期待台欧盟会在外交关系上有所升级，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个升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针对晶片短缺的处理管道，并不是台欧盟关系全面的升级。专家讲，台湾半导体产业以台港为主，利益甲客户同款，以台积电为例，先进的制程拢落伫台湾。各国客户希望分散风险，加上台积电是以服务客户来自海外布局。此案若是正式来通过，对着降低台积电甲澳洲的投资成本有帮助。有专家对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台欧盟中华晶片合作，应避免亲像中国这款的所谓大国的输出。未来就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晶片除了是价格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安全价值，特别是对于文明安全的这个保护，避免中共这种数位威权的输出，来保护我们数位民主的这个正当的使用。另外，美国甲中国晶片的战争，虽然美国也未说服荷兰加入制裁中国，不过荷兰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 ASML 伫半导体制造有伊的地位伫个。美国要伫27甲荷兰对着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新限制进行参详。专家也讲，台湾甲民主国家来加强半导体合作，唔会使加强互信，也渴望带动政治安全、经济循环这种良性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中共阁有派2只军机、3只军舰来扫扰台海，其中有一只运八反舰机是最近5日来头一只侵扰咱西南空域的军机。也因为咱面对着中共的威胁，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要来监督延前着的180亿美金对台军售项目。中共春节期间继续交代，国防部日发布攻击2架次、攻南3架次，伫台海4区域活动，其中1架运八反舰机进入咱国西南空域，也是攻击5天来头一摆弄入咱的西南空域。国军派出任务机军舰加反地飞弹系统监控，两化情势紧张。中军换台时间表正做国际观察重点，也毋过日本驻美国大使福田浩二认为，中共无一定伫短期内对台出兵，也毋过美国、日本需要对中共就台湾和平一直放出强烈观察的信息。我想，这个不只是台海之间的问题，也是日本甚至是
区域国家的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非常重要的指标跟考量。傅廷浩指出，美日对台局势的立场同款，注意到中共已经准备用武力实现统一，美国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毋过军事卡关影响国军建军备战。对此，美国联邦众议院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将台湾看作重要议题，定着180亿美金对台军售援助交付。主席加拉国发出避免今仔日乌克兰变做马在台湾。那么，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小组。如果说是可以加速对台湾的军售的这个监督的话，那么就可以协助美国国防部来跟美国国务院进行协调，这样子对整个就是军售的交付的速度是大有帮助的。加拉格指出，委员会要紧的事项就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传出有意伫台湾举行听证会引起关注。学者表示，疫情甲俄乌战争影响军售交付。也毋过，美国自去年开始加速交付台湾军售项目，若搁加上委员会的观测，有希望协助国军真紧取得武器装备，提升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日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风势拢正透。来看落水溪边的沙石拢互风扣起来，规个风杯沙阴蓬蓬，嘛还分林轮杯甲离轮的空气品质达到红色境界。天顶规个阴蓬蓬，能见度大约只有眼前几公尺，被沙造就的景象看起来真惊人。这是落水溪溪埔临时寒流报道，东北季风地力真强，溪埔顶的土石互风扣起来，就像山顶暴侵蚀。位伫落水溪边的婚姻轮杯甲离轮受到风杯沙困扰，当地村民讲，过了春节这几天，会当讲拢唔敢出门。这拢粉的嘛？哦，足高呢。这是坑几天尔？2天尔，今仔日算第3天啊。初五这天风势有较长雨，会当讲家家户户拢无用咧洗车，半斤砍一沿厚厚的土粉，就连车内座椅也拢是土粉，那厝内底佫较是严重家具也拢互土粉砍掉的。轮备测站测的这个 AQI 值那在121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那风速强劲，所以说造成一些悬浮微粒，它浓度会比较偏高。官府表示，除了通知相关单位启动应变措施，也要求4块位沙石业者将布料砍起来，也加强路面压水，甲防止营业作业，希望会当将影响减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外来种小花曼德兰咧看是真紧，会危害到咱的原生种甲农作物，互人真头疼。不过，这款种人嫌的外来种，即马会当摕来做蚊仔粉，也佫有果子的生长剂甲洗衫剂等等，带大家做伙来看。小花曼泽兰是出名的外来种，生产速度紧，危害本土生态。不过，透过工研的研发，用小花曼泽兰提炼的醋喷在水果顶悬。会当预防虫害，另外买当制成生物炭改良土吧。小时候在国中然后在包括国中在20几岁的时候因为喷那个农药，结果有2次的中毒那中毒非常严重。中毒之后我就一直在推广这有机。它有所谓的小花曼泽兰的木醋液，它有特殊的味道。那一般那个虫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怕。醋液除了能够防小黑蚊、环境整治之外，其实我们把干燥的小花曼泽兰去做混合配方的调控，尤其是在跟一些天然的中草药或天然植物去做混合，那我们可以做成熏香、防蚊液，甚至把小花曼泽兰的碳化材做成手工皂。除了小花曼泽兰，甲唔滴的芭乐叶无好吹。会当提炼出上天然的洗衫精。芭乐叶呢，其实它因为虽然不能吃，可是它其实跟果实一样它其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维他命 C， 或者是有一些可以来抑制血糖。那另外呢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是这个大量的就是多酚。那多酚就是一种天然的人体抗生素所以呢它不但可以抑制细菌，而且呢又可以有一个来去除油脂的一个功效。其实唔拿芭乐、往来叶啊等等的农业废弃物，嘛拢会当提炼再利用，用科技来达成循环经济。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教育部推动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针对车站、捷运站的台语地名来考究，该换正确的台语站名的广播。
教育部的字典甲内政部的地名网站，卖伫明年完成更新。无论上班上课，也是出去佚佗，坐捷运是台北人的日常。不过，你敢捌真少听过到位的时，站名用台语是安怎念？无去注意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我忘记了。大直、闸直 station、台直。捷运公司安尼念，民众阁是安怎读？大直吗？不知道还大直啊？啊，大直。大直啊。到底是大直也是大直？教育部委托台大地理系教授赖正贵的团队执行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第一阶段调查捷运、台铁、高铁等等站名在地发音。应该是大直较对啦，因为较早迄个家人号啊，行到遮的时阵啊，这段就是一条线嘛，就是较直的，所以就号做大直。啊，有大直就有大湾，啊大湾就是即马美丽华丁尾区迄搭迄个所在号做大湾，因安尼是一对的。教育部有把这个成果提供予相关单位参考。台北捷运公司对此回应，因有收到教育部的发函，但是会等到未来有新路线要通车的时才来登录。伊嘛进一步表示，台语的发音拢甲教育部字典相像。记者查字典，发现大直的发音确实是写大直，不过教育部表示，因字典的发音是参考捷运放送的发音。计划的成果，其实我们也已经有提供给我们词典的编辑小组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有在演绎，可能会把它考虑陈列在我们词典里面，在捷运站名可能会有的第二个音读的呈现。教育部表示，字典编修流程较复杂，所以可能无法度遐尼紧更新。另外一边，赖正贵教授的团队嘛已经正在进行第二阶段计划的录音工作，主要是要补足内政部地名资讯服务网内底台北、新竹、苗栗等等所在的庄头地号名。黄伟嘉表示，台湾有真侪地号名原本拢是本土语言，若要摕来做站名，嘛应该爱用正确的本土语言讲才对。比如讲，咱讲艋舺这个所在，你若是读做艋舺，听起来就有一点仔改叫嘛，对。但是像即马捷运站有一个新的站号做加拉，伊根本就无华语的名，就是爱念做加拉，大家才听有安尼。地名主管机关内政部嘛表示，按算明年地名网站就会更新完成，以后民众只要去地图点一个所在，就会当听到正确的本土语言发音。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台语当着时，即马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假日时啊，嘛有志工来讲台语故事，希望互囡仔会当愈接听到台语，愈接讲台语。伊伫掠家母狗啊，伊伫掠的是哦，啥物叫做家母狗啊？本来大家拢唔知影。志工老师特别用一本绘本《家母狗仔》来教听故事的囡仔讲配合同齐风俗，亲像食圆仔共款，互囡仔人听母语嘛通学物件。啊，家母狗仔就是掠，你用迄个圆仔册吼去掠各种的动物。各种的动物啦，狗啊啦、猪啊啦、鸡啊啦，还是羊啊啦。热剧施工，新北市立图书馆伫假日拢有广告的时间，伊发现囡仔若听到台语，就听无咧讲啥，所以伊讲故事就会讲台语来小难。伊讲真惊以后台语会消失，就会豆豆啊捡回来。阿妈捏的鸡啊之外，还有捏什么？还有猪有无？还有猪，还有啥？国语、台语同齐讲的是囡仔听有，听有搁加减学。我嘛会定定鼓励讲，家长啊来的时啊，尽量讲转去的时啊，3不5时啊爱讲咱台语。因为对于台语的喜爱，伊除了嘛咧高中教台语，家己嘛出一本册，号做《圳沟边啊上水的风景》。伊细汉的记忆小解一寡古早风俗等等。伊表示会继续推广母语。新北市立图书馆嘛讲，囡仔通多语言学习，真侪家长嘛真欢喜。另外，初七初八讲故事时间无休困，大家嘛通做伙来听。记者廖立凯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为9度到13度，中部地区为10度到17度，
南部地区为13度到25度。东部地区为10度到21度。外岛地区是9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